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明天这个房地产节目会给大家介绍一个重磅的新闻，关于这个万科的我先预告一下，但是很多人恐怕不一定能听得明白要转换一下。我们今天先继续聊一聊这个海外机构是怎么看待咱们的楼市的。这个花旗和惠誉最近都对咱们的房地产发表了一些观点。花旗、惠誉都觉得今年房地产全年销售降幅会在13%左右，还是2位数的降幅首先是供应制约成交，花旗认为决定市场表现的是供应，说今年以来新项目推出节奏明显慢于往年，这也是影响销售同比表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存量项目销售改善的带动下，整体销售表现依然超出市场预期。随着开发商陆续完成产品准备工作，预计9月份开始将迎来一轮新的集中推盘周期，加上去年下半年销售基数相对较低，他说因此今年下半年销售同比降幅有望进一步收窄。花旗预计2026年下半年房地产销售同比降幅约11%，全年销售降幅预计约13%，均好于市场此前普遍预期。也就是去年的新房那个基数低，那今年降幅显得就少一点了，给人感觉会好一点。但是就这个全年销售降幅也在13%。整体上，花旗认为房地产市场大方向是在逐步改善，对下半年房地产行业保持相对积极的判断。认为7月这个会议继续释放支持房地产稳定发展的政策信号，市场信心有望进一步恢复。这是花旗但是惠誉他的看法就稍微悲观一点。惠誉认为跌幅会扩大。近来惠誉发布报告称，2026年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预测从原先预计的下跌7%至8%。下调至下跌11%至13%，这主要是由于第一线城市持续疲弱，就是2、3、4线城市没有一点活力，没有一点温度，继续抵消少数核心城市的复苏势头，以及大部分购房需求流向二手房交易。但调整后的2026年预测跌幅仍较2025年放缓，相信在持续的政策支持以及1、2线城市带动的市场信心逐步改善之下，下降趋势将在2027年进一步趋稳。会议预计大多数房企仍需要将时间消化旧有的土地储备，也是房企进的货太多了，而且那些货它不像现在很多房企去抢的那些什么核心地块，以前房企就是大量的进货，进了那些3线、4线城市那些地没法开发，开发了没人买。2线、1线城市的那都是边远郊区的，地块也不好，开发也是没人买。现在火爆的你看什么杭州上海成都这地方地卖的好的都是核心地块，溢价盖这些豪宅能卖得出去。待会儿我们要介绍科技新贵。所以说这个现在开发商他旧有的那些拿的存货那些地根本没办法消化，还在这个要消化这个，那你把它变成钱呢？所以2026年利润率将继续受压，在未来几年才会逐步改善。从市场实际数据来看他说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到6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4.01亿平方米，销售额3.79万亿，同比分别下跌11.6%和13.6%，其中商品住宅表现偏弱，销售面积3.33亿平方米，销售金额3.33万亿元，同比依次下降12.4%、13.7%。但是我们认为下半年整体降幅应该会在当前13%的基础上继续扩大，毕竟上半年土地市场降幅非常明显，供应不足会进一步制约成交。全年来看，房地产销售额预计会有15%的降幅，年度大约会在7万亿左右这就是花旗和惠誉对咱们楼市的一个看法。
那不管怎么说，都是今年反正是2位数的下降。我记得咱们好像销售额最多的时候20多万亿啊，是吧？如果今年只有7万亿，你说跌了多少了？以前是20多万亿，现在只有7万亿，那你说这些开发商是不是都得是吧？叫什么跳楼啊？悬崖边上都得进 ICU 病房抢救啊！我们再看啊，《21世纪经济报道》啊，7月19号，他刊登了一篇过气网红城市杭州的楼市，它的标题是这样的了啊，他说66套房源一开盘全部卖光，最高超24万元每平米，哇，1平米24万哦，那快赶上上海的1平米30万，谁买呢？叫科创新贵扫货杭州顶级豪宅，购房者平均年龄仅39岁。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上来就说啊，他说杭州顶豪卖爆了。7月16日，位于杭州市滨江区西新板块的望天驿项目首次开盘，66套房源全部售罄，揽金33.6亿元，其中最贵的一套顶要户型，那就是就是跃到顶层的这种户型嘛，顶层的户复式，以总价1.52亿元成交，折合单价24.4万元每平米，一举刷新杭州高层住宅总价单价最高纪录，双纪录啊，总价也最高。杭州最贵的一套房子，谁买了呢？不知道啊。在这背后，近期杭州顶豪市场也在发生积极变化。有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杭州高端住宅项目成交量创近10年来的新高，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个可不好说啊。我们看看它火爆程度啊。他说，根据开发商透露他说望天驿项目此次开盘推出2类户型，分别是296万平方米和385平方米的大平层户型，以及506平方米和624平方米的顶要户型。复式就是这些房源整体备案均价14.23万元每平方米，较此前杭州高层住宅约12万元每平方米的均价上限提升超2万元每平米，套均总价5091万元。其中有一套624平方米的顶要房源，以24.4万元每平米的单价成交，成交总价达1.52亿元，同步刷新杭州高层住宅的单价和总价记录。现场销售人员透露开盘当天项目报名客户超100组，部分一线江景热门房源甚至出现7、8组客户抢一套抢一套，火热局面。你说那个老破小是吧？那些韭菜刚需买的房子都没人要，这个豪宅7、8个人抢一套，这最便宜的5000多万由于出现了房源意向重叠的情况，选房时销售人员抽签的方式决定优先权。据悉，该项目还有20套约506平方米的大平层户型待售。业内预判这些大户型房源的单套总价要再上一个台阶，放在当下的市场行情下，也是一次考验。早在拿地阶段，望天驿项目就备受瞩目。2025年3月，滨江集团以总价52亿单价7.74万元每平米竞得杭州水电新村地块，成为当时的杭州单价帝王。此后，滨江集团引入建发房产、中国经贸联合开发。望天驿项目的市场热度来自于杭州高净值置业客群结构的迭代升级。根据项目开盘登记以及成交客群数据，望天驿业主以35岁至45岁的实体企业、科创领域的新贵为主，平均年龄39岁。2024年10月，杭州正式取消新房限价，新出让涉宅地块不再绑定售价上限，土地市场回归价高者得的市场化竞价逻辑，这也导致一批核心优质地块拍出高溢价。2026年5月，杭州全域放开住房限购，外地高净值客群跨城置业门槛大幅降低。在政策作用下，今年以来，杭州高价地项目逐步进入集中入市周期，业内将6宗主城核心高价地块转化而来的高端项目统称为顶豪6小龙。
望江滨江望天驿外，还包括什么建发、西湖云庄、中海万朝九序、中海海潮九序、滨江金地奥运世纪轩、滨杭传奇府等项目。这是6个顶豪6小龙。2025年前5月，杭州1000万级新房成交1719套，成交金额突破300亿元。拉长至2026年上半年来看，杭州新房成交结构中，总价2000万元以上的成交480套，3000到5000万元成交的163套，5000万元以上成交57套，以上3类1000万级顶豪成交数量创下近10年同期新高啊！就是杭州，你就是楼市低迷，今年杭州上半年这些豪宅也就是2000万元以上的豪宅还创10年新高，你这不服是不行的啊！你要说没钱，那是牛马和韭菜没钱，科技新贵有钱啊！业内人士指出，随着顶豪6小龙集中入市，杭州顶豪资产价格正在持续上移。大家知道为什么新房价格在涨了吧？应该知道了吧？你看顶豪这些，就杭州上半年卖了300亿，你说那其他的新房跟它一平均，那当然新房价格涨了。值得关注的是，顶豪6小龙走出独立行情的同时，杭州楼市的结构性分化也进一步凸显。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说的你不要光看顶豪卖的贵涨，但是其他房子还是跌的根据中介机构如杭州第三方平台统计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滨江区奥体板块信达中心、杭州1号院、宝益绿城奥体国际的二手房源成交量同比减半，也就是成交量也降了一半。持有存量房源的业主大多以价换量，就是降价。杭州外围刚需，普通改善楼盘以降价促销，拉动走量，同时均价出现下调趋势21世纪经济报道他说的除了这之外，顶豪价格在涨，而且还不愁卖，人家去抢，剩下的房子都在降价，以价换量。前述业内人士认为短期内杭州楼市的市场分化格局难以扭转，未来只有守护核心地段绝版景观的高端项目才有望维持高速高流速并获得市场溢价，而那些缺少稀缺资源、产品落后的存量次新豪宅仍将长期面临成交价格双重压力。不仅是杭州楼市，今年来全国多个一线城市顶级豪宅热卖，大平层单价屡创新高。说明什么？上海也是豪宅对吧？也是创新高。但是话说了这些豪宅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就是跟炒房的也没关系对吧？那炒房的中介，那炒房的，你有钱买这房子吗？你要有钱买这房子，你也不炒房了，是不是这个逻辑有钱买这房子的人他不炒房，对吧？那些削尖脑袋炒房的，想是买几套房，想以后什么富贵，叫财富自由的，他也买不起这房，这是第一个所以你炒房的跟你没关系，就跟我们牛马韭菜更没关系这5000万一套的有什么关系它只能影响我们的新房均价，是吧？搞得我们新房均价在涨，大家有点紧张。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你不要以为这房子它不跌，这房子真要卖的时候一样的跌，变成二手房。你看看他这房子现在就这些房子一上市，去年的那些所谓的豪宅是吧？去年上市的豪宅现在就在降价了，你二手房卖你就降吧，不降卖不掉。同理，今年上半年上市的这些豪宅，明年就变成二手了。明年你卖，你看看后年你卖，你还20万还能卖得掉吗？卖不掉了豪宅人家不买二手，买一手的，有的是钱对吧？不在乎那点小钱，能买5000万一套的房子不在乎你那个对吧？人家就要买新房，二手的不好意思，不值钱了。你看上海也这样的嘛，豪宅也是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这豪宅谁买了呢？刚才说了，科技新贵谁谁买了我不知道，但谁出钱了我知道，对吧？谁买了这房子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谁掏的钱我可知道任泽平老师的粉丝会员那是交了不少钱的，科技新贵人家是收了钱含泪去买的房，没办法，对吧？因为他的那些会员希望这些科技新贵能够过上好日子，他们辛苦了，他们为了这个国家这些硬科技研发赶英超美，要超过美国，清长是遥遥领先，他们辛苦了，所以他们应该住这样大房子豪宅，是吧？没钱凑钱也让他住上。任志斌老师的会员
不还有人一夜之间赔了1000多万的吗？那不就变成你1000多万都不够啊？你这5个这样的人才能，人家才能买一套房啊，是吧？韩红老师说的，任志平老师的粉丝对吧？一个人走一波啊，走个面儿，一个人走个面儿，不就有了吗？是不是这意思啊？哎，这个在红绿市场追杀的，站在光里的，对吧？有2亿多人呢，啊，2.4亿还是2.6亿啊？一人走个面是吧？男女，那说老少爷们儿、娘们们啊，走个面，一个人来一手，对吧？不就有了吗？然后人家杭州的豪宅不就卖掉了吗？上海的豪宅也卖掉了，对吧？这科技新贵，这走个面呀，不就有了吗？而这些走个面的这些人，自己裤衩子都没了，对吧？在那儿吃糠咽菜的，住着一个对吧刚需房，在那儿还龇牙咧嘴的，是不是？买不起，结果你走个面，哎，人家不就有了吗？人家就5000万的豪宅啊，还得抢，对吧？抢着了，任志平老师的会员才高兴啊，对吧？没有白努力啊，终于让科技新贵住上了心仪的面朝这个江景的大房子，是吧？豪宅，对吧？人家出手1.5亿买套房，那牛马韭菜呢，买个80万的房子，吭哧咔哧的，然后对吧？掏空6个钱包，完了之后以后还来华安街，人家买这个1.5亿的，眼都不带眨，24万1平米，他是自己挣的钱吗？没有啊，我告诉你没有，都是红绿市场嘎韭菜嘎出来的啊。所以我说他们是含泪去买的，真的是感动啊。对吧？这些对吧？红绿市场的参与者自己住70、80平的那个小房子，然后让新贵住那个1.5亿的，对不对？这就是妥妥的有大爱，这才叫真正的大爱，知道吧？大家再努力努力，对吧？希望任志平老师未来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但任志平老师嘎会员的韭菜嘎得太慢啊，他应该去资本市场去嘎会员，对吧？这就2980，他应该去资本市场，他也得上市啊，对吧？然后就你说任志平的会员图啥呢？奔着发财去的，交了2980，然后裤衩子没了，你这是图啥？现在任志平老师吓的啊，把这个群全部解散，那么多人入市，忽悠那么多人去什么科技牛是吧？牛回头，千金难买牛回头，这下好了。我们再看条新闻啊，这个新闻也很有意思，是财经杂志的，讲的是物业。你看最近啊，2026年以来，关于物业的事情是不是网上越来越多？实际上，物业费成为一个问题，变成大家啊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全社会都在关注物业费这个事情，已经说明经济形势啊到了一个不能不令人紧张的地步了。你有说过的，物业费说实话，1000多块钱、2000块钱、3000块钱，就是咱们牛马啊普通人住的房子，不就这点钱吗？但是你说刚才那个1.5亿的那个物业费，一年，对吧？这上百万的，那是很正常啊。我们普通人物业费也有1000多块钱，2000、3000，顶多这样了啊。一年呢，现在这玩意儿都成了一个事儿，这不恰恰说明大家业主的承受能力弱了吗？没钱吗？你看啊，财经杂志报道说，物业主动撤离小区，谁来接盘？当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潮水退去，隐藏在钢筋水泥背后的居住痛点正逐渐浮出水面。去年底，四川一个改善型小区因入住率不足30%，物业收缴率过低，多个前来评估的头部物业望而却步。今年6月，河南伟星物业试图以情绪价值破局，却无法改变收缴率不足10%的情况。这什么意思啊？10户只有1户交物业费，剩下的9户都不交，那你物业能干得下去吗？最终撤离小区，这并非个例，而是许多小区正在上演的现实。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啊，从2025年初到2026年3月底，全国共监测到212个物业撤离项目，与前几年物业公司被炒截然不同。在2025年撤离案例中，有物业公司主动撤离的为65%，其中越来越多的头部物业，如中海物业、万科物业、保利物业等，选择主动开除业主。中物智库的数据也披露，12家头部物业近3年累计退场面积超4.4亿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头部物业的全部在管规模。物业和业主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因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或物业控制率、房屋控制率居高不下，
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出现亏损，物业因收不起物业费而降低服务质量，又导致了小区矛盾进一步加深。在一些小区，拖欠物业费甚至变成了一种猫鼠游戏，有业主在业主群里传授经验，即使被起诉也没关系。部分小区被打上不稳定的标签，陷入物业反复撤离的困境。另一些小区中，业委会乱象在困扰着业主，部分业委会成员与物业暗中勾结，或在维修改造中吃回扣，甚至引入资质存疑的皮包公司。物业公司主动撤离的背后是一笔经济账，收入没有增长。你看啊，收入没有增长，但物业公司的刚性支出不能省。撤离虽然会产生沉没成本，但可以及时止损，将资源转向更有盈利潜力的项目。但这并不是一个走不出去的迷宫，在这场撤离潮之下，行业正在寻找跳出恶性循环的新出路。什么新出路啊？7月的第一个周六，酷热难耐，北京大兴区清逸西园小区里，刘敏和几个邻居扇着蒲扇，坐在小区儿童乐园旁的长椅上闲聊。不远处的小区快递站，业主们正在排队拿快递，看起来是最平常的一天。只有常住居民才能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变化。门口胖胖的保安大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指挥车辆的小伙子。小区内多了几个巡逻的人，看到生面孔会要求其进行登记。在离小区最近的链家门店，中介听到的清逸西园名字是连连摆手，说不建议你考虑这个小区，太老了，物业也不稳定。就在7月的第一天，德茂物业撤离了这个小区。在3个月前，该物业就宣布撤离计划，原因是亏损严重。财经走访清逸西园的这一天，北京恒富物业作为应急物业已经进场。应急啊！但刘明和邻居对此一无所知，听说是要换，不知道要换谁。小区楼栋间的空隙依旧堆放着垃圾和杂物。物业公告栏上，德茂物业粘贴的收费文件已经放还。垃圾分类的宣传板上，管理负责人联系方式还未变更。清逸西园是个老小区，楼龄超过20年，分为商品房和回迁房两部分。物业收费标准 0.5 元每平方米。你说100平才多少钱呢？50块钱呢？这一年才多少钱？刘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快20年，退休前曾做过其他物业公司的会计，一直按时交纳物业费。但他在印象中，小区的物业费收缴率一直在 50% 以下，很多人是从村里拆迁过来的，没有物业费的概念，不愿意交钱，服务于费用陷入恶性循环。物业公司主动撤离的决定往往与物业费有关。物业公司认为自己已经服务到位，但是物业费仍然收不上来。吴亮曾做过8年的物业经理，先后服务过4个小区，退出了其中一个。这是一个收费标准为 1.2 元的平方米刚需小区，费用在这个江西赣州的小县城里属中等水平。为了对得起业主交的物业费，他自认为做到了所有能想到的事情。冬天凌晨4、5点就起来扫雪铲冰，夏天每天踩着2楼业主空调外机清理天井的垃圾，但这依然拉不动物业费收缴率。吴亮记得啊，这个小区的收缴率始终卡在 40% 左右，远远达不到盈亏平衡。为了提高收费率，公司先后采取过上门沟通、法律催缴、预存1年物业费、送礼品的方式，但都收效甚微。为了对症下药，吴亮记录了每个业主的理由。这些死结也就是业主反正不交钱，最终会化作物业经理头上的 KPI。 如果缴费率不达标，我只能拿到2000元的底薪。吴亮说多数物业公司选择诉诸法律，真正选择与物业公司对簿公堂的业主是少数。在法庭上，双方争论的焦点往往是物业公司是否提供了符合收费标准的服务，关键要看谁能拿出证据。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记录本、长时间连续录音录像等，这些都是判定服务质量与收费合理性的核心。大家是不是以为这样去告状就可以错了因为你把业主告了，业主不给钱，法院也没时间去执行。法院有时间执行吗？也闹得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业主觉得亏我交了钱，我没得到这个服务。虽然你法院判物业赢了，但是业主就觉得亏，案结事没了，对吧？那
业主很有可能陷入下一轮接着欠。哎，你把我这次执行了，我下次我接着欠，它永久的，对不对？我每年我的欠，你再接着告呗，告的越来越多，法院受不了了。从前年开始，法院不再轻易给物业费纠纷立案，你立案立不上了。吴亮询问过原因，得到的回复是现在案子太多，立不过来。你看，你物业想搞业主，对吧？不交物业费，你告状立不上案子，案子太多。每个物业公司都有一条收缴率的生死线。根据吴亮的经验，规模在2000户的小区，收缴率需要达到70%才能维持物业的运营；规模在800户左右的小区，则需要达到80%。收入没有增长，但物业公司的刚性支出不能省，这使得物业公司动了撤离的念头。而业委会的乱象，往往让物业的处境更加复杂。所以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就是有业主不交，有的房子没卖掉，对吧？空置，那物业费收缴率低，物业对吧？服务就差了，保洁也少了。本来是对吧？一天打扫2遍的，现在2天打扫1遍，那垃圾就多了，是吧？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交了钱的业主就觉得我冤，我交了钱，服务也没好，还越来越差，那我为什么交钱？我也不交，对吧？那就不交的人越来越多，不交的越多，钱越少，物业钱越少的服务越差，这就是恶性循环。那怎么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呢？跳不出，对吧？不要想多了，没有办法跳出。原因就是业主没钱，业主失业了，对吧？如果业主有钱，业主没有失业，谁还为这1000块钱、2000块钱一年啊？那为这个呢？有人较劲啊，但是毕竟少数嘛。你收缴率70%、80%还是可以到的嘛。现在很多小区的房子都没卖出去70%，空置率对吧？空置了都30%、40%，完了只卖出来60%，60%的人再有20%不交，你想想吧，他收缴率能有多少？那剩下的那些正常交物业费的人就会觉得亏，慢慢的他也不交，这不就这么个事吗？那你说怎么解决啊？第一，房子要卖掉，对吧？让入住率提升。第二，至少让那些愿意交而没有钱的人，他能交得上。愿意交而没钱的人，他不就是失业了吗？对吧？他不就是没收入吗？实际上他愿意交的，他没钱，他连按揭贷款都开始欠了，对不对？你说怎么办？还是这个问题啊，你要把他收入问题解决掉啊！你能解决吗？你换个物业，你能解决他的收入吗？换汤不换药，对不对？你就是换个物业来，搞不了1年2年也得走。所以这个啊，我认为是经济下行必然一个结果。越来越多的小区会物业干不下去，跑了，那小区就变成一个什么贫民窟，对吧？没人管吗？哎，你谁来管呢？你让政府不花钱是吗？政府来管个一段时间，人家也管不了了，都要掏钱，对不对？业主自己管是个办法，但是业主管他不也要钱吗？哪有业主自己在那儿当雷锋是吧？不收费还得收费，对吧？人家你1个月得给人家4000块钱。业主自己成立物业不也要收费吗？对不对？难道也得收费？还有一个啊，为什么现在物业都搞不到钱呢？为什么现在集中爆发呢？对吧？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以前物业虽然物业费啊收不起来，但是他乱七八糟的钱不少收。你比如说那个有企业到那个小区里面搞活动，对吧？那这得交钱。比如说那个卖广告，你那个门上贴广告，电梯里面贴广告，公共场所贴广告，这个收钱。各种各样的，对吧？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出租，3瓜2枣的还能搞一点，没毛病吧？就这些钱看着少，但是归集到一起还不少呢，对不对？1年下来补贴它的缺口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由经济形势下滑，那谁他妈还打广告啊？是吧？你小区打广告也没用，谁还去搞活动啊？谁还去租你的那个门面房啊？租也便宜，对不对？贵了也租不了了。也就经济都不行是吧？他本来物业靠这些东西才能赚点钱的，现在也赚不着了，也不好赚了，对不对？不好赚，所以物业现在这个缺口就越来越大，扛不住就走啊，没有办法，不就这点事吗？所以你说怎么处理啊？打破不了，对吧？打破循环只能是提高业主牛马韭菜的收入，哎，让他不要失业，让他好歹他想工作能找到工作，有了钱，这1年1、2千的钱他还是交得起的。所以说，你说1年1、2千的都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就足以说明这个经济到什么程度了，对吧？这不是闭着眼睛唱赞歌的时候啊！从今年开始，各个地方物业是吧，这种消息越来越多，实际上说明
情况已经恶化到不能不正视的地步了，也不能再玩鸵鸟了，鸵鸟政策。所以一边是1.5亿一套的房子，5000万一套的房子还抢不到，一边是为了1000块钱、2000块钱在那儿跟物业死磕还是打官司，你说说这是什么个社会？这是好事吗？分化，对吧？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啊！这些专家把那么多牛马韭菜骗到红绿市场，让人割，造孽啊！这难道不是造孽吗？那些裤衩子都赔掉的那些金融消费者，他还愿意去交物业费啊？当然也不交了，是不是恶性循环？你能让那些赚了1.5亿买房的人去替他们交物业费吗？你能让那些科技新贵买了5000万一套的房子的人替这些被割的韭菜交点物业费吗？不可能的。所以一边是越来越烂，一边是夜夜笙歌，是吧？真的会出现那种叫什么朱门什么什么臭，路由什么什么苦。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